今天收到觀塘區的車友給閘門發來了快遞，閘門加快速度拆開。這位車友今天發過來了一把這個奧迪 Q5的汽車鑰匙，過來閘門這邊改裝升級，閘門拿到鑰匙，先檢測鑰匙的信號，信號檢測沒有問題之後，接下來就可以來給他改裝。先把這個鑰匙的外殼加快速度拆開，把裡面的芯片主板拆出來，這邊升級改裝。汽車鑰匙也是不分車型的，新款車老款車都可以拆除鑰匙的主板芯片，放到工作台上再進行焊接，接上閘門準備好的排線，一個按鍵接兩條線。先把所有線路給大家焊接上去，接好線路之後，再拿出閘門車友挑選好的液晶鑰匙，再把主板裝到液晶鑰匙上面去，就可以今天選配了一個夢幻銀色的液晶鑰匙，非常好看，可以看時間，可以觸摸操作，而且還會升級新的功能，外觀是升級的，完全不一樣。對比一下老鑰匙，可以看得出來變得非常的有科技感，非常高級又升級。靠近車感應式車門自動解鎖，離開車也會感應式車門自動鎖車，可以預約後尾箱，可以連接手機，可以手機控車，也能備註車主電話、鎖車升窗。老鑰匙沒有這些功能，升級完之後就可以直接用，非常方便了。閘門現在鑰匙升級好之後，閘門要重新檢測信號，檢測信號正常就可以發回去還給